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講下一個好切身嘅問題。大家去驗身，如果見到個血壓計寫住140/90，醫生話你係輕度高血壓，你第一時間會諗咩？係咪覺得死啦，要食成世藥？其實醫學界對呢個問題一直都有爭論。今日我就借用一個 JAMA 大型研究嘅數據，同大家分析下輕度高血壓究竟食藥定唔食藥好。呢個研究好認真，佢哋去咗英國一個大型嘅病歷資料庫，揾咗接近38000幾人做研究。呢啲人全部都係輕度高血壓140/90至159/99，而且仲係低風險嘅。呢啲人係無其他心血管病、無糖尿病、無慢性腎病，甚至連無心臟病家族史。簡單嚟講，除咗血壓稍微高少少，其他方面都幾健康。研究人員將呢啲人分為兩組，一組有食血壓藥，另一組就冇食藥，然後跟蹤咗佢哋平均5.8年，睇下佢哋嘅健康有咩分別。好啦，重點嚟啦，大家睇下右手邊嗰兩張曲線圖，一條係冇食藥，另一條係有食藥。大家發現冇？兩條線幾乎係重疊嘅。呢個結果好震撼。數據顯示，對於呢啲低風險、輕度高血壓嘅人，食血壓藥並無顯著降低全因死亡率，亦無降低心血管疾病、中風或者心肌梗塞嘅風險。簡單嚟講，喺呢個研究入面，食藥對呢啲低風險人群嚟講益處唔大。食藥有冇壞處？睇風險。研究發現，食咗血壓藥之後，不良事件嘅風險係顯著增加嘅。例如，低血壓嘅風險增加，暈眩嘅風險增加，電解質異常嘅風險增加，甚至連急性腎損傷嘅風險都增加咗。睇下嗰啲 NIH 嘅數字，即係食藥幾多人就會令到一個人受害，嗰啲數字其實唔細。睇下最後一張圖，如果你血壓有少少高，但無其他病，唔好第一時間就諗食藥，試下改變生活方式，健康飲食，多做運動。呢啲方法係安全又最有效嘅，要認真同醫生討論下風險。總之，睇清自己嘅身體狀況，你先係自己身體嘅主人。多謝大家。